各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寇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头一批送到咱台湾的 AZ2风车注射率并无按算的遐尼悬。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昨开始要扩大予中央甲地方的防疫人员会当大声注射。各县市首长嘛有带头去做，也毋过台北市长关文铁话讲甲真白，伊讲市长带头袂增加大家去注射意愿。头一批来台的新冠肺炎 AZ 疫苗注射率无像原先预期，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0日起扩大开放中央甲地方政府防疫人员注射，再去各县市首长拢带头注射。桃园市长郑文灿是透早8点就到卫福部里桃园病院注射，加做愿意注射的10个县市首长中的头一个。第一梯次的医护人员的施打目前还算顺利，那么施打率已经超过50%多。去打的时候没感觉，5ml的一瓶可以打10个人，一个人只有0.5ml。市长带头注疫苗，感谢会当提悬民众注射意愿，共款到病院注 AZ 疫苗的台北市长郭文德讲白，佮表示目前注射率低是因为疫苗数少，甲边境还未解禁。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家己做去注疫苗，敢是六都首长的头香无重要。老实讲我知道今天的问题是没有疫苗，不是大家不打。我在边境一打开。大家还是乖乖要打，还有一点嘛，你要不要一辈子戴口罩？当施打率不高的时候，地方首长或是中央首长有责任带头施打。上了战场，你没有选择，一定要以身作则，身为表率。台中市长罗秀燕甲新北市长林志坚也注疫苗，罗秀燕做完行程照行，林志坚秀出健保卡，疫苗注记大纸，呼吁民众把握机会注疫苗。好，都是一件好事。第一个，至少对国家的这个疫苗政策是表示支持。心情很这个平静哦，但是打完之后感觉自己这个免疫力增强。六都市长剩高雄市长陈其迈，这2天爱去议会避巡，所以安排第14组。台南市长吴美德有定第16去组。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座有180年历史的工厂大火烧，目前知影造成1个消防人员死亡，阁有2个人重伤。火一直自建筑物内面冲出来，俄罗斯第2大城圣彼得堡的天顶规片拢是乌烟。消防单位出动350位消防员来拍火，也毋过因为风正透，增加拍火困难。火强要烧到工厂外口的树下，附近的社区40个人被撤离，导火面积扩大到1万平方公尺。厂房的厝顶有真侪所在拢已经放弃。这间有180年历史的工厂，也是政府2002年列入文化遗产的重要地标。所在是一个内华河边。建筑的历史会当追溯到1841年，捌是19世纪俄罗斯上大的纺织工厂。地方的媒体报道，这间工厂是英国公民所谈，家己几落后生伫咧遮成立。这间公司的产品捌伫1900年伫巴黎世界博览会摕到最高荣誉奖。苏联时期是由政府运作，1992年私有化。这几年工厂有部分区域依然伫咧制造纺织品。其他的区域是出租做办公空间，或者是放伫咧远。导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根据俄罗斯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报道，这间工厂3月16做消防安检的时阵，被查到9项违规，包括自动喷水系统、火警系统加白烟装置拢无及格。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各地天气小热，下暗就会变天。咱来看温度。今日是好天济云，各地高温有28度至32度。今仔日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阵雨，暗过下暗方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会增强，北台湾温度会开始下降。除了东半部会落雨，北部、中南部山区嘛有局部地渐阵雨。寒冷的天气会一直到拜6礼拜，北台湾雨来个变寒，若中南部并无受影响，只是暗时温差较大。另外，目前伫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明仔载会发展做风台，对咱台湾无影响，不过电有可能会增加透东北风，地区中南部搁较无雨水的机会，所以乡亲用水嘛是爱欠欠啊用。来关心咱中部可旱是真严重，已经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负责供应大台中地区的滴水库，即马蓄水量剩无5%。当地农民烦恼会影响农作物，有救雨，帮天公伯啊赶紧落雨。
位上悬的所在往德基水库看落去，大片的土石拢看现现，会当讲是根本看袂到水。甲水位满的时阵是差几啊公尺，互农民是直直讲真罕见，嘛烦恼会去影响到果子树成长。即马是咱的水果会当伫开花的时阵，你若无水，对咱的水果的条果会非常的歹吼。根据水利署的资料，4月12透早7点，德基水库的有效脱水量，敢若剩854万立方公尺，脱水率剩4.58%，搁再创下新价纪录。梨山地区的果子树甲田地会使讲是无水通好压，农民烦恼恐惊会去影响到果子树的生长。因内中部目前实施1礼拜停水2天的分区送水措施，今仔早起也有举办祈福的仪式。水利署是表示，民生用水有通好冻到5月底。那到上个礼拜的周末大概他们的整个蓄水量2个加起来还有2000多万吨。那德基水库下游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水库，那所以我们对台中的水情不能单以德基水库来做衡量。另外，伫南投主要的地歇山区嘛，因为无水真困扰，包括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德山、鹿谷、甲信义等等的地区，最近拄好是地球当咧补堰的时阵，毋过因为欠水，造成补堰的比例上低，甚至无法度补堰。农委会主委陈吉中4月12就来到德山的山边等地区关心，农民是真烦恼，会去影响到村地的产量。产量减产无摊慢的定嘛，唔加慢，提报给农委会，农委会会来宣布这些地区符合天然现金灾救助，叫欢迎所有农民甲乡镇公所去申请。陈吉中表示，目前正咧研议要互地区加入保险的作业加速，不过目前欠水是上大的问题，希望刷落来的春雨会当带来有够的雨量，解透即届的khó患。记者综合报道。水情案嘛影响石门水库，石门水库水位低，姜母岛的居民出入拢受影响。因为水位伫头降低，船仔已经无法度靠岸，若是无法度行水路，就爱搬山过岭行山路，爱加半点钟到1点钟。所以当地民众即马是伫大窟窟的水库写 SOS， 望政府会当斗相共。国内欠水，石门水库的水位也一直搬。12暗11点上新的统计，石门水库水量只敢若剩30%，若影响民生用水。阿母坪码头对岸的姜母岛的居民也受影响。普通时出入拢靠坐船，即马因为土沙变多，姜尾无法度坐船登去。我加落去就这都袂当过啊，拢袂当过啊。可能再2天吧，再2天就没办法清了。没办法进船，没办法过，都是泥巴。他们姜母岛就要从后山走到半个小时、1个小时，所以时间差很多。不然这边过去差不多5分钟就到了。船河路公园客电话无法度靠岸，姜母岛的居民若要登去行水路只要5分钟，到时水路若袂通行山路，就要加开半点钟到1点钟。当地居民用冰土机伫咧水库下骹的空地啊，为 SOS 3个大字，希望市府斗相共。要回家的路总是要给我们回家的路啊。不要说我是赤桶公民或怎样，你们市府里面都不知道说我们这边还有10几户的人家。伫遮10几户的居民，交通、食物、水源补给拢出问题，真侪人只好先搬出去。我打算明天就走了。我可能要出去大对吧？对啊。要到大。囡仔呀。囡仔呀。怪手逐工清，又按赶袂赴水提速度。居民批评讲，市府伫咧3年前为着要吸引游客，拔起一条观光便桥，不过即马却连一条互居民登记的便桥拢无。希望市府伫咧枯水期会当设一条便桥，互因有一条会当登记的路。记者综合报道。蔡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哥一道。南投县基地乡基地国中后壁的基地尖山，昨下晡火烧山，消防局出动拍火，因为火点伫深山那内正恶搞贵，加上已经暗嘛，防팀总队无法度派直升机去压水，只会当先戒备。嘛，因为火烧的所在正靠近基地国中，所以学校是昨暗宣布讲，今仔日规学校113学生停课1天。来关心联合报。中小学音乐班、舞蹈班招募学生，人数减真济，招生率已经连续3档拢无到7成。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讲，打算要研究这款在业班退场的机制，对110学年开始，逐年要调降每一班学生囡仔人数。来看《中国时报》，
香港的小学课本内底去年有修订内容，甲国强内战，中华民国政府刷来台湾，改做中国国民党刷来台湾。或者是分析讲，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了后，条例包含的3年真快，按算课本内底内容，被改的所在会愈来愈多。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一个对日本带病入境的案例，目前咱全台湾病例计共1058例。若 AZ 预防社是对昨开始扩大注射，大约有61万人下注价。针对咱台湾向 COVAX 平台买到的预防社，即马嘛已经完成检验，按算伫明仔就要配送到全台湾的病院。注射针就会当增加身体保护力，预防感染新冠病毒。新冠 AZ 疫苗8月10日起扩大注射第一天，警消人员也列入优先注射对象。一透早就有人到卫福部桃园病院登记注射。我平常的工作任务是会在机场的第一线来检查旅客们的行李，然后因为我们在高风险的第一线，我对疫苗有信心，所以我就来进行施打。从机场或者是检疫旅馆这些，或是医院的地方做后送，所以我们也算是高接触风险的人员这样。那这些就是保护自己啊，就是来打疫苗。另外，也有国际航空机组人员报名注射，因希望指挥中心会当放宽检疫规定，让主管疫苗的机组员会当缩短地处检疫时间。就飞行组员部分，将近有60%的人已经同意接种。这1年多来，大家在这种不是飞行就是隔离的情况之下，身心真的是受创很严重。咱国头一批为 COVAX 分配到会19.92万剂 AZ 疫苗，是后续经过1礼拜的检验封检，无困测试完成检验，会当放行。预计8月30日就会当将疫苗配送到全台各病院，因为这批疫苗效期只到5月31日，比顶一批的 AZ 疫苗效期更加短，所以指挥中心宣布，这批疫苗将优先配送、优先注射。先让这一批先打，然后我们还有剩下到6月15号的疫苗，这个后面还可以再打。此外，顶礼拜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将释出1万剂 AZ 疫苗自费注射。指挥中心表示，自费疫苗部分也咧甲病院协调，包括公费自费自安全处理，甲自费收出项目等行政细节，看拜三敢会当定案说明。另外，白流专案首发团采检的结果也出来，100名团员 PCR 采检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9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58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已经超过5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190万例，巴西甲印度拢已经超过135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38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12万例。来关心英国是对12个半暝啊进行第2阶段解除封锁，开放一寡店头、公共场所、酒吧、餐厅的户外空间会当食物件。英国已经有超过60%的人做好预防社，国际一个确定病例甲死亡人数嘛拢创下新低，所以对12开始解除封锁，开放一寡户外所在会使食物件、啉饮料。根据发生社的统计，欧洲破病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人，其中有60%死亡人数是伫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德国甲西班牙这6个国家。法国甲意大利已经宣布要实施全国性的封锁，那德国嘛打算阁要采取较严格的防疫措施。来关心德国的总理梅克尔伫这届任期做煞了后，就袂使阁连任吗？新总理到底会是谁嘛，正做焦点。梅克尔的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参与的盟友基督教社会党两党的党主席有做伙开记者会，宣布因拢要参选总理的选举，这嘛互德国9月份的大选，谁人要接班出现变数。执政16年的德国总理梅克尔，今年任期满了后，袂阁再连任。不过，伊卸任了后的总理地位，敢会由于目前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党主席来接手，即马充满变数。基民党甲盟友基督教社会党必定时间4月11日共同开记者会，宣布2位党主席拢要争取做9月联邦大选的总理候选人。
Markus Söder und ich haben vor dem heutigen Tag ein langes Gespräch miteinander geführt. Wir haben unsere Bereitschaft erklärt für die Kanzlerkandidatur. 就算是盟友变对手，基民党主席拉谢特犹原表示，不管是谁赢，拢会做伙合作，表明真有风度。背后恐惊有真侪想法，因为按照惯例，进前拢是由规模较大的基民党派党主席来选总理，不过基社党这摆跳出来争取，原因就是基民党的民调不好。Die Union selber ist in einer spannenden Situation. Die Umfragen zeigen, es ist deutlich Luft nach oben und es ist schon eine ernst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die in nur 5 Monaten ansteht. 54岁所得是德国政坛的一只乌马。伊所在基社党虽然敢若伫巴伐利亚邦有影响力，不过伊伫疫情期间挺梅克尔，加上防疫做甲袂歹，声望起甲真紧。相比起来，60岁拉谢特立场偏中，原本互大家认为上会当接受梅克尔的路线。不过双方对防疫政策的无共想法，加上伊执政的北莱茵西法利亚邦疫情处理了无好，或者今年初才接手基民党党主席的政坛前辈，总理之路充满困难。根据德国媒体的民调，超过50%的民众看好所得，拉谢特敢若19%的支持度。梅克尔目前嘛无表态会支持什么人。基民甲基社联盟会伫最近决定派相来选总理，若是所得拍败拉谢特，而且传领基民基社联盟伫大选赢，伊就有可能成为基社党历史上头一位出任总理的党主席。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田纳西州一间高中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警察甲嫌犯对峙时着枪，目前已经有抓到一个查甫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过，月底要豆豆放亮香港的防疫措施。5月中，中国人去香港免检疫，嘛唔免注意风险。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参加半导体峰会的视讯会议，伊是批评中国要主导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美国要积极推动晶片的产业。那中国是伫透用武力嚟威胁咱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美国拢有咧关心中国对咱台湾的行为，嘛警告中国免小想要用武力改变现状。咱外交部对美国表示感谢。台美的关系吧，唔那敢若和拜登政府尔。前国务卿蓬佩奥嘛分享伊食台湾往来馆的相片。来咱台南市长黄伟哲是邀请伊来咱台湾。咱外交部官员伫立法院嘛承认讲，蓬佩奥有影有可能会来咱台湾访问。中共军机持续扰台，佮加上中国辽宁号伫台海甲美军南并航，相关中国对台军事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节目《惠阳新闻》界访问的时阵坦白讲，美国关心中国对台湾的步步进逼行为，依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长期承诺，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再一次声明，美国坚守这个承诺，佮警告任何人想要用武力改变现状，拢是严重的错误。We have a commitment to Taiwan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 bipartisan commitment that's existed for many, many years to make 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an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sustain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We stand behind those commitments. And all I can tell you is it would be a serious mistake for anyone to try to change the existing status quo by force. 我们对国务卿布林肯的这一次的发言表示高度的赞同以及感谢之意。外交部感谢布林肯挺台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是伫社群平台分享伊食台湾往来馆的相片，还佫写身为自由拥护者享用台湾往来馆，包括着屏东县长潘明安、台南市长黄伟哲，拢伫个文章下边留话。黄伟哲佫邀请伊直接来产地享受自由甲食往来。今年前国务卿庞皮欧访问台湾的几率大不大？我想跟委员报告，我们正往这方面努力。那所以几率很大喽。是。蓬佩奥渴望来台湾访问，外交部也证实，蓬佩奥已经甲咱驻美代表萧美琴伫双上园见过面，这是真好的迹象。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的军机是直透飞来咱台湾的空袭扰乱，昨昏计共有25台，这若是4月初3连续10天拢飞来台湾乱，嘛是军方开放公布动态以来上济一摆。因若咱东沙岛嘛有受中国的威胁，嘛无兵争，所以国防部为着要强化咱伫东沙岛的防卫能力，顶个月已经开始启动跑道征收的扩建工程。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9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将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
根据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监督计划资料，同一时间，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就伫南海伫航行。另外，解放军进前也用无人机侦察东沙岛周围，凸显南海紧张的情势。因应即阵的局势，国防部积极来经营东沙岛。3月中，东沙机场跑道整建工程已经动工，预定明年2月完工。专家是分析，相关的工程应该也包含增加机堡、强化油库等等7方面的防卫的设施。跑道道面使用的年限已经超过了10年以上，容易造成飞机在执行任务上面的一些安全考量。可以让飞机可以在那边，就是有比较多的数量可以过夜，或者是增加就是机保，或者是强化油库跟弹库。另外，海军陆战队也轮调驻防，海巡署是部署大约160具的红准火箭弹、无人机，陆军的航舰雷达也拢进驻。学者分析，东沙岛离广东的线头只有100外海里，是南海战略的要地，加上浅大的地形易攻难守，是咱国军事威胁指标上悬的所在之一。学者表示，若是东沙岛和中国提起严重影响台湾的战略，岛上的军事防卫部署必须要继续提升加强化。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日本政府按算伫今仔早起要调规飞机，打算要决定要甲福岛核废水透波了后排入海里，目标是2年后要开始漏水。外界讲，日本安尼先做一定会引起争议。两国外交部嘛讲，按照咱两国进前签的备忘录，日本若是要漏水，一定要先通知咱台湾。日本311大地当10年啊，福岛第一核电厂继续产生核废水。日本政府13将调开飞机，决定将透波了后的核废水排入海，目标是2年了后开始排放。这个提案唔但让日本当地渔民强烈的反弹，4个位国家也呼吁日本三思。咱国外交部以代志2014年要签署备忘录，日本应该先甲咱国讲。我们去了一个电报，请我们驻日代表处跟日本表示关切，然后了解它的进程。我们在103年跟日本也签订了一个所谓核子能源资讯的交换备忘录。如果他们要做任何的改变，应该要先通知我们。2014年，代志签订的核能管制资讯交流备忘录，主要是双方伫核能安全管制的经验甲技术交流，像电厂安全、紧急应变、放射防护、放射性废物管理甲电厂度约等，提供长期稳固的依据。核废水排入海，原定会指出2年前就要向日本表达关切。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以后，他们就定期的把一些相关的数据，就是他们检测的一些数据，就是海水的取样的数据等等的之类，都有透过我们的驻日代表处转回给台湾。虽然我们说海的容量很大，辐射废水会被稀释，但它毕竟是自然界没有的物质。在自然界没有的物质，你要排放这么大量，大概有124万吨的污水到海里，它后续的结果没有人知道会如何，也没有办法做监测，因为海流是在整个海洋里面这样子流动的。虽然日本政府强调，若采取行动，核废水中的氚会透过国家标准用稳的上大浓度2.5帕，才排入海洋，但国环团犹原烦恼，雷一开就无法度收煞。国际间已经展开连续反对，有24个300外的团体参与，希望日本政府会当听到因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已经延100日促转会，伫今年5月份任期又搁特别到期。也毋过进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讲过，讲伊支持促转会爱继续运作。昨促转会冒开记者会，宣布讲因要搁向行政院报告，搁延1冬。主委杨翠是表示，因为还有一寡工课也未做煞，袂使断绝。刷落来重点要放伫追究加害者的责任。那这个决定就是我们评估现阶段促转会仍然有展延任务期间的必要。促转会12开记者会，宣布原本伫5月底就要届满的任期，会照促转条例的规定，过来延1冬。主委杨翠讲，延的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转型政绩袂当长。促转会未来会聚焦于压迫体制跟究责为主的相关工作。那具体的项目包括第一个是厘清压迫体制以及个案调查，那也包括提出加害者处置法
案。杨翠表示，现阶段已经对受难者为中心，进入到国家不法甲体制压迫，未来会搁转到压迫体制责任归属为主，所落来求职协力共增加深化法治是重点。嘛，因为任务包括侵除维权、推动法治等等，需要下机关，所以独立的立基机关是较适当的方式。正是因为促转会是2级独立机关，具有调查权，得要求机关提出档案，对方不得拒绝。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才能让相关的机关的档案的这个清查跟解密更为顺利。针对促转会第2届言论，外界质疑促转会若亲像英国万年国会，杨翠表示未伫自律展言。不过民间真足会有缘发新闻稿批评促转会的一寡任务，伫第1摆展言的时阵就应该完成，对因一言再言表达遗憾。记者陈雅文、谢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台铁德鲁固摆尾意外造成严重的伤亡，李义雄做过相关的工程，即马拢互提出来检视。其中李义雄因为员工即马就亚讲，伫德鲁固国家公园内底，也佫有苏花公路的一寡工程，李义雄拢有去冒工，而且有偷工减料的状况。即马太管处是讲，因已经咧清查又冒偌济标案。泰鲁国河堤清水泵坑发生事故了后，李义雄前员工就感觉真不安，因为以前在议庭行做上班时，李义雄不止去靠员工薪水，就连看着工程品质甲用路安全的保证也偷工减料。燕子口在天祥那边，然后包括南方湾那带嘛，那个牌子全部都是用借的，3米的圆铆钉啊，他都给它切到1米半。300多只有150只，全部都是1米半。灌浆的话，只有5、6只有灌，其他都没灌浆。这指控互用路人甲附近民众真烦恼，唔知什么时阵会发生灾难，呼吁相关单位应该主动介入调查。有疑虑就要去查，不能等事情发生才来检讨啊。可能要去确认一下这事实到底在施工上面，是不是有做到验收该做的一些确认的动作。泰管处表示，李义雄参加的标案只有105年的苏花公路泰鲁国甲天祥下流地区设施改善工程，只有停车场路面铺设无占道设施更新，啊，不过无法度确认是不是佮为其他厂商分包。如果涉及泰管处相关的地点的工程，那是否涉及异响营造？有限公司它不法分包或者其他不法的情事我们会彻查。除了泰鲁国国家公园外，另外在苏花公路和平段、苏花段拢有李义雄参加的工程，确实为福检守护李义雄所做的工程，若是有偷工减料，恐惊影响到相关的验收单位。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件事故，卫福部嘛有开一个捐款的口座，昨昏有召开头1届的委员会议，在讨论讲这条钱要安怎用。目前已经收超过8亿啊。卫福部处长李丽芬是强调讲，一定会专款专用，部分的钱嘛会摕来做心理辅导。泰鲁国河事故造成49个人不幸死亡，卫生福利部设立捐款小户，截至10月为止，各界的现金捐款有33万218笔，8亿1410多万。为了管理甲监督捐款，卫生福利部组成捐款管理甲监督委员会，处长李丽芬担任召集人。12点开头一遍委员会议，公布委员会成员包括交通部、教育部、外交部、内政部这单位，也邀请5位社会公正人士、是不是有家属代表参加？外界我那加注意。一旦有推举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赶快的聘请他们来担任我们的委员。我有2位，我们有两个名额哈。李丽芬强调，捐款公开透明，专款专用，运用范围针对着罹难者家属、受伤的人，亲像提供辅助金、互因必要的支持、医疗补助这一部分。针对全民健保给付，也有代替的治疗以外，后续所需要的福建辅具，拢会提供医疗协助。若是家庭因为事故无法度提供囡仔读册经费，原来会互因教育协助。捐款除了罹难者家属、受伤的人，连现场看到旅客参加救灾民众，原来会互因心理抚慰金。23岁到45岁。好，其实占了一半。好，
大概有25个人哈。那我们是从这个年龄来判断说，他有可能是家庭一个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哈。目前的爱心捐款已经超过8亿1000万，委员会经过评估，初步规划认为捐款金额会当满足需求，捐款期限会提早到15结束。李丽芬表示，委员会每礼拜拢会开会，邀请12个县市代表参加，确保捐款会当确实用伫需要帮助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水情案，高雄并无分区限水，严格昨中昼煞向向停水，因为高雄净水厂跳电，造成大寮、凤山、大树大约有3万户无水通用，嘛影响当地2个工业区向向无水，互高雄人就是讲已经启动限水的措施。临时停水，临时停水。这路头全开无甲一滴水，即户邻居也共款，要人要去大楼洗水塔，因为无水，爱先伫楼骹水装好才发到去。高雄大寮区山顶里全力停水，厝内底无水塔民众和停水拢惊一个，也为讲高雄提早来进行限水的做法。哦，我里面打电话来，讲你怎啊是安怎开无水？我讲我唔知影咧，就是规阵啊，差不多3200户的人拢无水。就突然间要用水，结果一开水龙头就没有水，这是很少见的状况。我就去找里长问一下，为什么会突然间没有水？是不是因为高屏溪没水了，我们也跟着没水？接到民众的通知，里长赶紧来问水公司，才发现讲停水的范围不哩大，大寮区、凤山区、大树区、甲合法工业区、万代工业区拢停水到暗时7点半，影响户数超过3万户。造成原因是靠潭湾公园净水厂跳电无倒来供水。有这个异物入侵这个配电盘哈，那我们已经针对这个配电盘还有其他的这些用电设备一并做检查。那整个影响户数大概会影响到这个大寮、凤山、大树等地区哈，那用户大概有3万户左右。水公司讲会全力来抢修，希望在暗时6点进前全面来恢复供水。若是无法提前，也伫暗时7点半进前恢复正常。因为这摆停水范围包含2个工业区，所属管理中心讲，厂区内底业者用水大部分是民生用水，加上有水塔，所以讲无受这摆停水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欠水欠甲上食力的是中部，无比咸润月，佮发生水管憋气漏水漏较规世界。昨昏台中的工业区就来水管破气漏水，路面积水，互乡亲是看了讲真拍算。台水公司表示，大约是漏20栋，因为水管伤旧啊，加上工业区大车出入，才会到甲破功。明明出大日，暗过路面的积水却是有几多公分悬。遮尔济水流入去排水沟，欠水的这个时阵，遮尔济自来水白白流掉，互民众感觉真可惜。是因为里面没有水，才到外面看才知道的啊。出来看，我们觉得说很夸张，整个路对啊，水很多啊。哦，这样子，我们就很浪费。当然很浪费。12早起8点，台中工业区35路发生自来水闭管，附近民众讲一直到10点左右，才有看到工人将水源关起来。工人挖开土骹，找到破气所在，将管线换掉。这段塑胶的吼，塑胶的本来就比较会破啊。为破气的管线外观来看，出现无规则的破孔，暗过材质都是塑胶管线。台水公司表示，初步估计流失的水量差不多20吨。这条管线是250厘米的细条水管，材质是 PVCP 塑胶管，好亲像是工业区，因为大车一直到，佮加上管线老旧，才会致使到水管破气。超过年限，然后它这条管线就是说我们有个审查的制度，到那个程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汰换。台水表示，当初为了增加自来水的普及率，采取较好时间的建设管线。不过到即马已经达到使用年限，所以中部地区采取强5天停2天的方式，都是避免伤接的压力无平均，造成闭管。根据台水公司统计，2020年各县市漏水率，台中伫6都当中漏水上严重。目前整体漏水率降到16.83%，会继续偏经费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关心大甲妈伫昨昏中昼已经到家己的新港，驻驾伫奉天宫，按算有20万的信众会去新港拜拜。虽讲咱国内疫情控制甲袂歹，但过庙方嘛是呼吁大家入庙拜拜，定着爱挂喙罨。因为即摆欠水，所以食平安餐的时是改用纸碗，嘛减少病毒烧味。
上新的消息是，大甲妈祝寿大典早起一定伫新港洪天宫的庙埕举行，信徒是祈求早一日解除苦患，也有疫情。闹热炮火声，大甲妈新桥甲西景队伍，中昼的时阵来到嘉义新港，真来接驾地方人士甲信众，甲轮仔桥客甲甜，连要去洪天宫的路头嘛是人踏人。今年是走的比较多，然后车子也都差不多，车子去年跟今年都一样多，是人去年没有来的，今年都有出来走。来新港条件已经承诺咱做好代志。承诺咱全部做好，承诺妈祖保庇，甲求咱这好的观音台，但是莫着咱咧边缘路咱山内。今年是大甲妈来嘉义县新港西景进香第34年，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延迟来举办。虽然今年疫情有状况有较转好，但是嘉义县政府也是提早几日就进行消毒的工作。洪天宫嘛改用一届性的餐具减少病毒的传播。今年人较多，安怎讲哈？今年迄阵咱起价就是拜五暗嘛，拄着拜六礼拜，所以放假人算多。我们去年有一次的经验，怎么样防疫，怎么做相关的一些措施啊，我们都做得非常好。那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信徒安心的到新港。新港3月迎妈祖的活动为大甲妈来到新港正式开始。洪天宫表示，煞来阁有中华西来宫庙来新港进香，嘛希望透过一年一摆的宗教活动，顺续为地方带来一寡商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创校100档对学校来讲，有影是真要紧的日子。云林四五国小就亚盛会设景祈福，当作庆祝学校成立100档的活动。老师甲学生是专工去在地信仰中心参天宫因盛会，甲盛会团演大街小巷，和社区的居民做伙闹热。一群学生伫庙里诚心参拜，因长明灯的火甲火把点互倒。这毋是新明设景的活动，是云林四五国小100年校庆的活动。因为是学校创校100年，所以专工办盛会设景祈福，嘛邀请乡民做伙到闹热。我从参天宫走到瓦城府的保安宫，我觉得这趟圣火绕境很好玩。因为参天宫是四五乡的信仰中心。来这因长明灯的火，就是希望四五乡甲学校拢会当一切顺遂。参天宫对我们四五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那这次选择用参天宫的长明灯作为母火，也是希望能够一直把四五国小的精神一直发扬下去。经过时间的洗礼，我们缅怀过去光荣的传统，我们也希望策立未来希望下一次的100年能够桃李更芬芳。盛会设景活动了后，学校阁有办各种比赛甲展览。校方表示，传盛会仪式代表学校历史的传承，希望这个活动会当甲四五国小的精神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便利商店是愈开愈普遍，那古早味的柑仔店是愈来愈罕见。伫台南西港区有一间已经开1甲子的柑仔店，甲当也有真侪人会去交关。毋但卖物件尔，嘛保留侪在地人生活记忆，互这间柑仔店充满人情味。充满古早味的柑仔店内底，毋但有生活用品、饮料甲脆食物，买啊啥拢有咧卖。虽然即马侪柑仔店拢已经互便利超商讲倒啊，毋过即间伫咧台南西港的柑仔店，犹原伫遮徛在，已经伫要1甲子啊。我小月就8档啊，希望出衫，咱就说去卖衫，应该淘汰啊淘汰，应该买嘛是爱去买。无你希望来了，像迄阵咧牛咧用的物件故事，迄种无咧卖啊，都无牛啊，要卖衫啊，迄就无卖啊。细细间仔的柑仔店，无大的冰箱。嘛无偌先进的设备，毋过头毛已经白苍苍的头家，犹原真用心伫咧换即间店面管理遮的商品，这也是真侪居民上深刻的在地记忆，一直到当嘛是拢会来遮交关。这个柑仔店吼是我细汉的回忆，我上爱来遮买物件是吼，除了买这物件，遮佫有迄种咸酸甜啊，佫有迄种柑仔糖啊，我拢最爱食，所以这里吼是我最甜蜜的回忆。便利超商愈来愈普及，这款古早味的柑仔店是愈来愈好经营。毋过伫咧西港后营这淳朴的草地所在，头家也是继续拍拼经营这间柑仔店。希望保留这过去农村社会光景，甲在地的人情味。
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最近风声讲农业用的纸箱啊真欠缺，影响农民销农产品。农委会是表示讲会去协助调度，若做纸工会是讲，因为最近国际纸箱咧欠货，叫无了，价销已经起一成，生产线直胖啊嘛是做袂赴高，所以要爱纸箱啊，恐加搁爱小等一下。资源回收厂四家拢是这外地的纸箱啊，准备回收做纸箱，结果来利用。扣纸箱民众表示，最近回收的价销已经起1块了。往上升，国际盘价的关系涨快。回收纸箱的价销小可起价，主要是国际废纸的价销拢落袂来，加上国际纸箱的价销起价，互伫农用的纸箱也传出欠货。国内立委指出，国内农用的纸箱欠货，农产品无纸箱通包装。做纸箱的厂商跟我讲，他根本买不到材料，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农民去跟厂商订购纸箱，通常要等到3个月、4个月，甚至还有更长的。我没有纸箱可以装，我根本没有办法宅配，我也没有办法去货运去送，那这怎么办？也就是请公版来营运纸厂联络，就主要是在南部地区、嘉南地区已经有请了一个那个正农纸厂，1000箱以上的他们会来帮我们优先供给给我们农业来使用。其实这个。台湾区纸器工业农业工会表示，最近往来这水库丰收，造成农业的纸箱需求大增加，已经答应会员厂全产能来生产，不过短期内恐惊无多如期来交货。就货期最多而已，订单太来不及生产而已了，交期被延长了。现在大概1个礼拜10天吧。那有急件，我们还会那个特殊状况来处理啊。纸器工会表示，刷来5月要水泥啊才会收成，对纸箱的需求是有增加无减少。加上永丰有这纸箱大厂会对5月起陆续来太旧换新设备，过渡期纸箱的产能恐惊无够，到时阵工业的纸箱恐惊会真欠。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手机啊接咧用的 LINE， 昨下晡过量，大规模小盗，文字啊、图啊拢传袂出去，嘛收袂到。靠 LINE 群组咧联络代志的一寡人是头壳摸咧烧，真不便。到下晡3点才恢复正常。若 LINE 的台湾分公司是解释讲，原因是出伫系统网络连线异常。为着快速甲亲友联络，也是节省手机通话费用，目前使用上也是免付费的 LINE， 是民众孤独挖壳的手机通讯软体。不过12日下晡2点10分开始 ，LINE 出现亲像大规模未通的情形，包括着文字甲图片这的消息，拢无法度传送甲读取。很多有时候重要讯息啊，不论是公司的还是朋友之间的，你有时候会跳过很多，对吧？看不到，你就会觉得好像跟世界脱节。假如是在上班，我要联络别人，然后又LINE宕机，我就会生气，我会觉得，我现在很急耶。LINE 袂当使用，互部分使用者真着急，特别是一寡民众挖靠LINE 群组联络工作事项。面对这个状况，更加是感觉无方便。对这样代志，学者也坦白讲，使用社群软体除了追求即时性甲方便性，也应该建立多管道使用习惯，安尼无真紧因为一时的状况无法度应变。真的是非常急迫的时候，也还有另外的管道。那如果回到一般的行动电话或者一般的公共电话或者一般的，我们还是有其他网络科技带领我们这样子走吗？还是科技本来应该为我们所用？我们要好好回到我们当初发展科技的使用科技的本。因为未通的情形持续较无1点钟，LINE的台湾分公司向总部询问原因了后，强调因为系统网络连线无正常，造成LINE的传讯社群才无法度正常使用，一直到3点陆续恢复正常。也强调未通期间的消息捏做失效，敬请原谅，也对这个无正常所造成的无方便向使用者回失礼。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记台全新的电视电影《金正恒的秘密》4月18要伫公司台记台播送。马来西亚来演员刘倩文伫戏中讲台语，甲咱台湾的演员丹如做阵演出白色恐怖时期同性恋的故事，带乡亲咱看大声。金正恒的秘密，招大家来看。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讲你同性恋的故事。4月18暗时8点，就要伫公司台记台来播送。公视台语台作为开台的第一个制作一个自制节目，我觉得当然要有最进步的思想放进来啊。台湾有足侪马来西亚的调性，来台湾这片土地，
嘛发生足侪故事。这出戏当中，两个女主角分别是台湾演员丹吴，甲马来西亚演员刘倩文，卖伫戏中用台语来演出。我家是广东人啦，所以来台湾之前就完全一句台语都不会讲。那为了这部戏，就开始学福建话加台语的亏靠，像是 hip 熊这个 hip 这个字，我也就是有一些发音上面，有时候会觉得很不习惯。主要参台湾有关的、参咱土地有关的故事，拢是阮未来台语台要翕的戏剧。不管对这方面的期待，阮是希望讲台语台是多元化。台语台戏剧品牌台语有影要用台语来讲故事，让台语脱离传统的刻板印象。李东熙表示，未来会有更较侪影视作品来推测，用台语甲台湾的多元性呈现出来。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镜头来北韩，北韩最近有一场摄影展，那相片的主角招济拢是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伊参加各种活动的相片，甲铺摊甲真功夫。那金正恩伫顶礼拜有向北韩人回信咧，伊讲经济计划失败，面对经济困境，伊会带头甲人民做伙吃苦。穿甲正正式，挂水烟，正专心听演讲，真侪北韩的官员甲民众。当地时间10日，伫咧平壤的人民文化宫参加摄影展的开幕式。这场展览主题叫做“为民献身的不朽卡掠”，每一张相片的主角拢是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根据北韩的官方媒体报道，为了要纪念金正恩领导劳动党甲国家9年，特别办摄影展。内容拢是金正恩参加会议、视察救灾、指挥防击、阅兵仪式的相片，一直强调金正恩群情爱民，一直改播。金正恩伊进前正罕见的向人民道歉，承认经济计划失败。尾顶礼拜举行1990年代大饥荒时阵的苦难行军来比喻即马所拄到的经济困境。 우리 당을 어머니 당으로 믿고 따르면서 자기 당을 지키려고 수십 년 세월 모진 고난을 겪어온 인민들의 고생을 이제는 하나라도 덜어주고 우리 인민에게 최대한의 물질 문화적 복리를 안겨주기 위하여 나는 우리 당 중앙위원회로부터 시작해서 각급 당 조직들, 전당의 세포 비서들이 더욱 간곡한 고난의 행군을 할 것을 결심했습니다. 北韩伫1994到1999年，因为严重的水灾、国家粮食配给被失调，造成大规模饥荒，几60万人死亡。迄当阵官方媒体讲是苦难行军，显示情形真严重。不过，监控北韩的情报单位讲，当地也无出现饥荒。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的讲法讲，北韩的经济行到这个地步，除了自我孤立。 国际制裁，也有几60年来管理不善，也是主要原因。公司新闻齐欢玲报道。来关心环境，来去南美洲来看玻利维亚的乌鲁乌鲁河，这个所在原本是真出名的景点，生态真丰富。不过长期受污染，即马湖水变甲落落个乌麻麻，河内底有大量的塑胶粪扫，这片河已经要死，所以当地政府最近是派警察去清粪扫，看敢无法度解救。 湖面的水拢无去，大家看到底内面拢是管仔、干仔，本来正清的湖水也落结结。这是南美洲玻利维亚西部的乌鲁乌鲁河，伊伫咧安第斯山脉海拔3700公尺，珍贵的生态景点，即马煞变做塑胶粪扫场。Así que yo me encuentro ahorita en un lago, pero de plástico. 乌鲁乌鲁河是玻利维亚真有名的咸水河，伊边啊是世界上上大的盐盘，互人叫做天空之镜的乌尤尼盐湿地。这个湿地受国际公约保护，是真有名的红河的栖地。这几年因为城市倒粪扫、采矿废水污染，湖面的水愈来愈少，野生动物也拢无去。 2016年，佫拄到大苦旱，情形佫较严重。 Nuestro lago Oruro, que tenía una dimensión de 214 kilómetros cuadrados, hoy se ve reducido a solamente 30 kilómetros cuadrados el espejo de agua, la cantidad de agua que existe. 环保人士讲，即马乌鲁乌鲁河的水位，即个那村全部用量的25%到30%，但是我继续恶化，恐惊会甲玻利维亚第二大河瀑布河共款，水位大地死亡。 Ça fait de la peine qu'il y ait autant de poubelles par ici parce que ça doit faire au moins 10 ans que ça s'est accumulé. Donc on va plutôt penser au futur et puis on nettoie et puis ensuite on va
on va avoir plus de conscience pour l'environnement et on va éviter d'avoir besoin de faire ce genre d'activité. 当地政府四个出动500位警察、公务员国家职工，也出动大型机具清理。希望虽然是较晚来的行动，又会当阻挡乌鲁河行向死亡。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日时是好天济云，也毋过沿岸方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会增强，北台湾会变天，会转做淡冷的天气。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8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掌声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